对啊，我应该都没变。我还有一千，我一点，我给那个教后你跟那个成绩啊，对。我下午对到361那天，然后到8个，我们那时候刚好8个进台，出了8个多，打完升，我就一点。中部集中科和中部海东北机场，劲爆云，你还记得还不错。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太想念你了。哎，没有，还没约到。美女，我记得你。我刚刚没有注意拍到，没有拍到你好啊，特写一下。三杯是这哦。来，我来介绍吼，那个前101宪兵队的队长李湘伟，1名后线总干事骆坤进，大家好，骆总干事。1名后线财务长关建能，我们虎尾后线理事长邱景志及多位干部过来，我都在。还有虎尾后线财务长刘希斌，你好，欢迎。还有我们虎尾后线总干事廖玉明，廖总干事。
这个敢讲飞啦，过来来再一九零九，不要扫到我的席嘞，我盖牢了。还有我们西螺后线理事长陈吉南，因为这次是我主办的，他协办的，他其实都在，他事情都是他在处理的，因为他是我学弟啊。还有一个是张文庆，这次的协办啊，感谢他们2位。还有四龙后线主任啊，黄佑宏，是不是？主任好，这年轻哦，可不可以？啊，笑脸了，以及我们219营，他那连上的弟兄李夫人，大家好。我感觉我感觉哦，这边哦没有达到我的目的啊，因为周数算太少。不要紧啦，咱继续加油啊！搞不好下一个承办比我还厉害啦。今天会当你们无开车，咱就家己当然开车就一个卖，起码有价有好，所以讲咱就不要贪杯。如果我们没有开车的，就尽量喝。希望这次今天的聚餐能够圆满。现在你要走一下定啊。聚盘。你讲话。我不会这么摇车一讲，结果一个讲。各位大家好，我多嘴，没办法，我第一任，没人比我再大了。这吹啊，不好意思。今天的天气啊，非常。这个老天爷啊都知道，今天是我们的聚会日，会大起年电阳哥的。也希望大家这个身体啊，永远健康，永远像太阳一样那么光亮。最后祝大家万事如意，开动！我们小三听啊，386啊。我那个日本我从多6幺的要退货，可以再退货啊？163的呀？我是车牌。车牌上是500项，黄蓝车哦。板定啊？不板定，500定。板定啦，板定迄个啦，黄蓝车啦。车迄个啊，板定迄个啊，绿牌嘛。那叫做500嘛。是500啊，是那个。是500。将军，然后等一下我们将军请留步一下，我们那个219营第4连的哈，我们学长还有我们的夫人，我们大家一起好不好？219的一起上来。对呀，第4连全部上来，因为将军现在有事情，所以他记得要先离开。梅艳姐，干嘛？来，将军，赶紧起来，赶紧起来。
到后面了。哎，好看，合身嘞。没那当然，这开口。可以打，可以打。差不多啊。哎，真张志伟，真张志伟一定啊。哎，这样。你不要用那个当兵的口气啊！第二天讲。他这边问的是警察，他这边问的警察，他这在我们压力干过调查官，他最后是宪兵队队长线下来的。林香的错是，对了，对吧？所以还记得这个线上面的东西了，没有。第三年的叫彩飞车，第四年叫彩飞车，车牌是叫第三年叫车，后年就第四年。带来一件这条技术，技术跟技术，还有我今天干啊！应该是2.9，该平均一点的嘛。我就无对应该多一点呢。我讲起来不对。了解了，应该去哪高里？对啦。现在想出来我刚才我都表。我是这个嘛？我好，做活动后，我无伫迄景点，我伫后排后。我搞录只影，因为没有人录影啊，我就给他录一下。我比后班的，我就后排了，我比后班的。我查你干唔要该特写学长给。
可以聊天。哎，学长，你跟张文庆吗？哎，对对对对，哎，都记得一位了。